台南市长王伟提勘总铺师斗阵完成安平古堡造型的反糖鸡卵糕，替这场台南美食之都国际厨艺挑战赛揭开序幕。第一场是技术类组，包含马卡龙、果冻花、糕点等等，有的做成台南吉祥物菜市鸭，有的做成台南小吃达米，相当趣味。不管是艺术组，或是冷盘组、冷展组，或者是热烹组、热炒组，这些都是让大家吸睛的目标，也是未来的国民美食。这天有99名选手参赛，展现高超厨艺。除了好食的高色甜点以外，其中以果冻花组让人印象深刻。有的用于国际建物，有的也搁以花蕊做底。结果出炉了后，由这项凤凰花开摕到金牌，相当不简单。凤凰花，因为是台南市花嘛，然后我们古都最多了，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古都一些题材元素都把它展现出来。选手爱运用台南在地食材，在料理当中呈现台南文化意象。现场也搁有高级学生所设计的餐桌美学，有蚵仔煎、珍珠奶茶等小吃，以及日本总铺师所炸来的甜点来做交流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